我而家身處韓國啦，咁咧就想介紹一支無感乾爽嘅防曬棒。咁佢呢個韓國製造嘅。咁首先講佢個包裝，佢個包裝咧係非常之輕巧啦，咁攜帶係好方便嘅。係啦，咁佢個味道係一個好清香嘅蘋果味啦。係啦，咁佢個防曬指數咧就係 SPF 50PA4個嘅，係一個高度嘅防曬啦。同埋佢個控油效果係非常之好，佢使用咧嘅方法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嗱，咁佢點樣用咧？咁打開佢之後咧，嗱。咁樣掃，其實掃3下，咁樣搽3下，已經係搽晒成隻手㗎啦，係啦。咁搽完之後咧，佢係超級乾爽，係超級乾爽，完全唔覺得係有搽過嘢嘅，係完全係無感，係零負擔、零感覺嘅一個防曬棒，好乾爽，好乾爽。就算你搽幾多次咧，佢都係一啲都唔會有黐粒嘅感覺，係啦，係一個巨好用嘅防曬棒，仲要嘅價錢係非常之靚仔相宜。咁而家呢個價錢咧就係做緊128蚊一支，3支嘅話係做緊優惠298蚊3支。平靚正，強力推介嘅一款防曬棒，啱晒香港炎熱又濕熱嘅夏天。